昨日我個墨仔朋友行過巴士站，聽到有條友自稱為歌神係你，我同嚇咗一跳，原來得啖笑。呢個世界竟然有人自稱為歌神，我分明唔俾面我啫。嗱，我哋叫 K 神，你開聲都要飲鹹咁嘅加生雞蛋，我出去都嘥氣，我開聲就震爆咪，呢啲咪就係能人所不能咯。呢度隻膠杯，之後我輕一嚇，成隻膠杯就爛咗啦。因為我未發功啊嘛，我發咗功，成個玻璃門都震碎啦。你話我 K 神無厘頭，我夠話你唱歌針都走啦。望咩啊？條氣唔順，咪先發個 email 嚟報名咯。當你贏咗有幾百蚊就唔再講啦。啤咩啊？參加唔使錢啊嘛 ？click 入嚟上面條 link， 我重複一次 ，click 入嚟上面條 link。你唔報名唔緊要，因為係你嘅損失。11月14號之後唔好再報名啦，因為已經截咗止。UC David CSA 第10屆歌唱比賽，截止日期為11月14號。想一戰歌喉嘅你，快啲嚟報名啦！